第三處，韋羅尼加給耶穌抹面。侮辱破碎了我心，使我憂傷難過。我期望有人同情，卻未尋到一個。我渴盼有人安慰，也未找到一個。呢件事一直令我深感內疚同埋自責。嗰件事係發生喺升中四嘅嗰一年，班上面嚟咗一個活潑好動嘅新同學，佢叫美儀。佢識得打扮，雖然有陣時講嘢同埋態度比較囂張同埋自大，但係佢絕對係一個善良嘅女仔。有一日，我放學經過學校隔籬嘅嗰條後巷，見到佢被3個成日喺附近流連嘅小混混包圍住。佢哋係名副其實嘅惡霸，中意喺一啲誤闖佢哋地盤嘅落單學生，搶走佢哋嘅零用錢，又恐嚇唔可以指證佢哋，如果唔係就會受到嚴厲嘅報復。我嗰陣時企喺遠處，又驚又擔心，我心入面好想上前去阻止佢哋，但係又唔可以鼓起勇氣，因為我都驚俾佢哋睇上，成為佢哋嘅目標。所以喺心急如焚嘅情況底下，我希望咁啱有老師經過就可以求助。但係過咗一陣都未有老師或者路人經過，而我嘅出現已經俾佢哋發現咗，所以我急急腳咁樣離開咗，而且喺屋企嘅路上亦都冇撞到老師。當我返到屋企嘅時候，我的確有啲擔心美儀嘅情況，喺憂心忡忡嘅情況下都冇心情食晚飯。喺第2日返到學校之後，就得知美儀冇上堂，聽講佢俾人搶劫受傷咗，仲請咗1個禮拜嘅病假。我知道咗之後，我好後悔，因為我知道係邊個打劫佢，但係我又唔夠膽講出內情。之後，美儀返到學校就變得沉默寡言，而且怕事，亦都唔係好鍾意參與群體嘅活動。喺之後嘅1個學期，佢更加移民到去外國讀書。我不斷為呢一件事感到自責。如果嗰日我有出手幫手，結局可能就唔會咁樣。但係慢慢地，我又回歸到現實。我認為以我渺小嘅力量，根本改變唔到啲乜嘢，只好接受現實。到我中6嘅嗰一年，我發現我心底原來仲有一顆正義嘅心，唔至於想象中嘅咁冷漠。嗰一年，我參加咗學校嘅舞蹈班，我開始關心周圍嘅人。喺一次拜苦路嘅反思活動入面，講到韋羅尼加為耶穌抹面，我心諗，你邊度嚟嘅勇氣啊？眾人都驚到要逃避，即使係一直追隨佢嘅門徒，都驚得要死，一個一個咁樣離開耶穌。即使想陪伴佢，亦都只能夠喺遠處遙望哭泣。而你就唔怕後果咁樣為正義嘅人企出嚟，更加為佢擦臉抹眼淚。喺嗰個時候，我腦海不斷諗起以往嘅懦弱，而感到無地自容。突然之間，修女輕拍我嘅膊頭。於是我喺活動嘅過程入面，將我一直收埋喺心底嘅事全部講晒出嚟。修女聽完之後同我講，天父明白你嘅處境，佢係生活嘅天父，會令人喺經歷入面成長，喺生活入面感受到佢嘅旨意，並且願意同佢合作。佢希望你之後可以做幫助人哋嘅韋羅尼加。當時我非常之疑惑，我點樣先可以做到人哋嘅韋羅尼加呢？經過沉思同埋向天主祈禱，我終於明白天主要我之後都用我嘅知識、行動去守護同埋關心人哋，尤其係有需要幫助嘅人。經過呢次嘅反省，我立志要去做人哋嘅韋羅尼加，所以我喺中學畢業之後就報讀咗社工專業，目的就係成為一個社工，去關心周圍嘅人同埋事。而家我係一個駐校嘅社工，每一日都會主動咁樣同學生傾偈，關心佢哋嘅一切，盡我所能去陪伴佢哋解決困難，希望佢哋都可以享受愉快嘅校園生活。
主耶穌基督，頭先聽到聖詠話俾我哋知，你孤獨沉長咁樣走向加爾瓦略山嘅路上嘅時候，你感受到冷漠同埋無援嘅失落。喺反省嘅故事入面，聽到人心仍然抱有一絲嘅正義感，依然願意支持同埋援助他人。求你寬恕我哋忽略對近人喺苦痛中嘅需要。主耶穌基督，你一生的行動和教誨都啟發我們跟隨你的信心和決心，不要將正義的愛心熄滅。感謝你賜我們有正義的心，求你激發我們培養對近人及時的安慰和支持，不要再令你感到冷漠和忽視。阿們。上主必常在。